为培养学生主动探索、创造性思考，具备逻辑思维及问题解决的能力。透过一系列可动手操作的展品中认识科学，由慈济与科工馆合办趣味科学特展，目前在台南慈济安平联络处展出。开展当天，有云林文光国小6年级学生实地到访。因为文光国小是成大科教中心合作的偏乡学校，不仅安排学生动手操作玩科学，还特地安排科学教育课程，让学生玩得不亦乐乎。把眼睛放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可以很清楚的，一开始你可以很清楚看你的同伴，但是在这里滑的时候，或许是因为镜子的关系，就会瞬间会慢慢的看不到你面前的这一个人，他就会慢慢的变到你的手，他就会忽然不见，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神奇。那我们知道我们一分钟会消耗多少的卡路里，然后会踩多少的然后让我们知道就是运动可以消耗卡路里，然后有益健康。看得到东西都是倒立的。即使那个人站得很远，就是一样可以放大很清楚的看到他。可以让小朋友直接从课本上的知识看到实际的物品、实际的器具，然后实际跟生活上做结合，让这些实用的知识呢更能够具体的把它展现出来，对学生的一些实作的能力是有相当大的帮助。趣味科学特展分为4大主题，有力学、光学、电学与生理医学，以及相关典范科学人物，带领大家进行体验与操作，感受科学家们不断的实验与测试的科学精神。记者林根台南报道。